縣市長的選戰剩無到半年，參選人攏拼勢走行程。來看台北市，今年摕到李光耀省市長，市長蔣萬安就帶團去新加坡要親身領獎。遐內民進黨的參選人沈伯洋是表示講，會當得獎是好代誌，不過也是要提出政策來解決食安、交通等等的問題。就高興 ，It means deeply moved and sincerely grateful。讓32年，台北市國際摕到國際婦倫年會主辦權，市長蔣萬安用台語歡迎來自40個國家，超過37000位社員來台灣參加。伊講台北市最近摕到李光耀省市長，14會帶團去新加坡。Taipei has received the special mention of the Lee Kuan Yew World City Prize, known as the Nobel Prize for Cities. This is not only the first time for Taipei, but also the first time for any city in Taiwan to receive this honor. 這當然是我們的市民也是這座城市的光榮。但是呢，得獎這件事情呢，也不能夠掩蓋我們這幾個禮拜不斷地提出市民所關心的問題。我們的交通問題還是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間，食安的問題啊，不管是這個鼠患的問題啊。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認為，台北市會當提獎是歷任市長的治理成果，對這麼市政的問題，就要提出新的解決方法，改善市民的生活品質。另外，新北市長選戰，那另兩邊行程攏敗滿滿，國民黨參選人李四川向準新住民族群積極搶票。如果我當上這個市長，我一定秉着離鄉背井的這個心情來照顧我們所有的新住民。大家知道我是原住民的媳婦，所以我對原住民的政策一向非常用心。我其實因為在內政委員會，所以我也推動新住民權益法。民進黨參選人蘇卡惠講，又提出原住民政策，也長期關心新住民的權益。接下來，伊會繼續行新北市29個行政區，聽鄉親對地方建設的期待。記者綜合報道。